哇！呢度入邊基本上都係荒廢晒，唔知有冇人過嚟做個偵探？哇！咩嘅？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史提芬，歡迎收睇《靈視偵緝檔案》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，我開始其實就係拍靈探節目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後邊轉咗搞笑賽道。好，冇關係，今日又嚟到呢度藍石頭。今日嚟到廣州市海珠區藍石頭路。揾一下呢個藍石頭監獄位置。先講講背景，佢唔單止係民國時期一座監獄，佢前身更加係清代嘅海防炮台。喺清道光年間嘅鎮南炮台出土鐵炮鑄於1843年，係虎門到廣州嘅最後一道江防防線。民國之後，1913年廣東省城警察廳。有個禁毒科普園地。1913年，廣東省城警察廳喺炮台故址改建為懲戒場，俗稱藍石頭監獄。監獄呈井字形，發掘確認有132間監倉，面積僅4.3至10.4平方米。革命時期4.15政變之後，呢度成為關押咗2000名共產黨人同革命人士嘅場所。共產黨員係用忠誠立中共藍石頭特別支隊堅持鬥爭，多名烈士在此英勇就義。抗戰時期日軍佔領之後，監獄被8604部隊改為粵港難民收容所，進行慘無人道嘅細菌戰實驗，眾多粵港難民遇害，被稱為藍石頭大屠殺。應該點行？應該係呢條路。都幾難揾咗呢個位置，係一條好細嘅路，兩邊都係居民區。應該就係呢個斜坡落去，原來有大門開放時間。呢個大斜坡行落去應該就係藍石頭監獄位置，應該就係呢一棟。兩邊都比較下啲，唔怪得網上都話呢邊陰風陣陣，所以我哋今日嚟當然唔係同大家講歷史啦。入邊應該係入唔到去嘅，但係我見入邊係有裝修過，但係睇落應該係空。前面有個小學，隔離就係居民樓咯喎。咁樣睇，呢個舊址唔係好大，所以係咪要有個可以鎮壓得住嘅東西喺隔離，先至會比較穩定呢？呢一邊應該係一啲舊廠房之類，放咗啲機器，入邊好破爛，好黑，應該好耐冇人去過。據廣紙廠誌記載，由於戰亂，1951年廣州造紙廠先至正式投入生產。一開始嘅時候，呢度就係第一間造紙廠，交通不便，生活條件非常簡陋。入邊嘅文字所寫嘅就係根本冇職工生活福利可言。1953年初，紙廠廠房外仍然係一片荒涼，野草灌木叢生。呢度下邊其實係一片荒廢咗嘅，但又可以俾人休息嘅地方。我研究咗一下，係揾唔到路入去，除非我喺呢度跳落去，所以都係算喺呢度同你哋再講講。2015年清明年間，曾經有節目報導過藍石頭萬人坑。疫學專家實地探訪之後認為，呢個傳聞係源於日軍細菌戰導致大量嘅冤魂聚集，產生精神力量。呢種力量導致呢個區域嘅磁場紊亂，對企業經營造成負面影響。唯有紙廠因為紙象徵停止同寂靜，所以先至將呢邊嘅冤魂鎮壓。
因為睇資料嘅時候係唔知道呢度原來咁細嘅位置，可能呢家已經好多地方係變咗平地之後，再起咗一啲新嘅樓房，所以其實今日都冇乜特別其他嘢影到。O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